1，开始。怎么回事？哎呦我的妈！ 2、1，开始。诸位父老乡亲，今日官府开仓放粮，赈济灾民，午时赈灾盟来这领旨。你别笑！停了，道具啊，道具呢？3、2、1，开始。哼！哎呦我的妈！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。道具。3、2、1，开始，站住！你看你脚踹呀，看着，看着吧。1，开始。他都这样了，你还有心思在这喝酒？是他是对不起我的。哎呦我的妈！你别笑。3、2、1，开始。用劲推，用劲，咔嚓咔嚓。你怎么回事？不是方爷，推不动。你不用劲儿能推得动吗？你要用劲儿。